有私心甲私有心，偏远学校师资问题的思考。10月25日，立法院咧审查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草案，含伫蓝的、绿的的委员，拢变做咱台语讲的青。大家呛共声，拢咧激头壳，想讲要安怎用服务几档的条件制限来甲老师留大偏乡服务。毋过低头毋顾，顾也无能，这无依着偏远师资的根本问题。我有2摆伫偏远地区教册做行政的经验。头摆是1992年，我拄为大学毕业，迄阵无教育学分的人会当直接考偏远地区的正式老师。我予天公伯爷安排，去到南投县仁爱乡，伫雾社第14架线路边的仁爱国中，佮兼教学组长、设备组长。工课是有够忝，毋过风景水，囡仔古水。我会记得考试的时，同学问我讲，若录取爱伫山顶，也是庄脚服务，爱照顾一寡歹命囡仔，敢会使？我欢欢喜喜甲讲，我嘛是善食囡仔出身，知影要安怎鼓励囡仔。考条爱服务3档，只要有心，我袂感觉这是一种限制。毋过老师嘛是人，我为着要去都市读研究所，为着要嫁翁，落尾嘛是3档一到，就申请调离开遐。师有心，嘛变做无奈的有私心。第2摆，我是去到新北市有来国中小做学校的学务主任。我册教22档啊，心内一直感觉爱甲当初留职停薪去读研究所，欠仁爱国中的2档行人。迄阵拄着2015年史迪勒灾后重建的艰苦，一档拄2档，行了我嘛心安啊。伫遐，我捌一个在地足优秀的原住民代课老师，迄当伊真有机会考到高雄一间有限制爱带6档的学校教职，伊煞放弃无去考。知影的人拢讲足无彩。伊讲读6档，我是要安怎为我的故乡做代志？俗语讲，低收毋值高收稳，高收困了烧滚滚。伊今年考到新北市的学校，虽然离有来有一段路，毋过会当留伫故乡，就是足幸福的代志啊！伊对故乡的感情，互我足感动。我做过5档新北市本土语言指导员的工课，上山落海，都市偏乡走透透，有一个真特别的体会。在地人袂感觉家己的故乡偏远，偏乡是外来的人用家己的角度咧思考。在地的老师对社区有感情，教文化、教母语，一下仔就熟手。教育办起来当然较顺势，三有长。所以，我认为偏乡的师资若要稳定，政府爱伫遐开公费师范学生课，鼓励偏乡用在地老师，这是上好的办法。
无掠芳毋做蜜，掠人毋做食。遐个毋情毋愿留落来诶，绑100冬嘛共款。有魂无体乌白甲，会害死偏乡诶囡仔。总讲一句，教育诶成败伫师资。毋过有私心是人性，应该爱想办法，互师有心。